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2月26日，希伯来书12章20安尼讲：着自行看耶稣，伊是神的创始者甲完成者，伊为着摆伫头前的喜乐，无视凌辱，忍受十字架的苦难，现在已经坐伫上帝宝座的正边。三甲来祈祷，爱愿自行看神的创始者甲完成者耶稣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至圣至尊至荣的上帝，愿满心敬畏来到你的面前，要来敬拜甲学习你的名。主啊，你是自有永有的主，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，是信实、公义、慈爱、全能的主宰。主啊，你的宝座建立伫天，你的权柄直到万代。愿要永远学习你的名。主啊，愿感谢你用无比的疼来疼阮，会伫阮面对苦境甲患难的时，犹原甲阮相同行。主啊，我要自行看耶稣，因为伊是神的创始者甲完成者，因为伊无视凌辱，忍受十字架的苦难，他已经伫你的正边，所以愿通因为伊来得到永远的活命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